高雄有一个2岁囡仔，对寄养家庭转去伊家己的家庭了后，说是去受到亲生爸母的苦毒。有3位监察委员介入调查了后，认为有一部分的儿少案底欠缺法院的保障，望卫福部会当全面检讨。高雄市一个拄出事的幼儿委托予寄养家庭，邀请2档了后，转去完成家庭，说予亲生爸母虐待。它其实不只是肢体上一个伤害，而且导致他全部这个发展的一个迟缓啊。我想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一个案子啊。我想这是一个个案。但是呢，它只是很多案子里面的一个案子啊。若是有家庭因故无法度照顾囡仔，就会使向地方政府申请委托别人斗摇饲几档。这款安置方式因为过程内底无法院的介入，所以主要拢依照爸母的意愿，决定是不是要予囡仔转去完成家庭。孩子在机构是进步了，但这个家里没有进步，所以孩子回去之后会有冲突。而导致受虐。另外一种安置方式，受到虐待的囡仔由法院来综合评估囡仔甲亲生爸母的状况，决定囡仔是要安置伫别位，也是转去完成家庭。监察委员张菊芳认为，无论到一种安置方式，拢应该要有法院的介入来保护囡仔的权益。你把孩子移出家庭，做了一个替代性的照顾，你这样的安置机制流程可以不一样，但是你提供给他的待遇跟处遇是不能不一样的。张菊芳甲另外2位监察委员蔡宗基、王幼玲28条开记者会，要求卫福部全面重新检讨儿少安置的问题。卫福部表示，因为牵涉的问题真复杂，因会搁再研议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